国民政府1946年开始推行国语文运动，这就是造成咱的母语渐渐失传上主要原因。国家人权博物馆这届特别展出咱台湾日本时代甲威权时代两届国语政策所留落来文物，让民众会当了解到语言无平权，咱的母语传承嘛真需要有转型正义。台湾母语是行迄坎坷的路。伫台顶表演台语念歌的是台文作家，嘛是台语文运动推行者张地邦，用念歌唱出母语，互人打压的过程。伊讲，伫日本时代，日本政府强迫咱讲日语；到威权时代，国民政府阁强迫咱讲华语。如今咱台湾的母语台语面对着失传的危机，需要大家斗阵来复正。啊，你无钱，像阮迄阵出产者，阮无钱通学，就是有老师讲，挂牌啊，安尼啊，就是你会感觉讲先怎，你大汉起来你想，我先我讲这话，我会互你爱互发钱。真少听这出歌戏，毋是台语配音，是华语。就连小学生写功课的桌仔顶面嘛印大大的中国地图，白是恐怖的受难者洪武雄，伊是一位退休的警察。伊讲，迄当时国民政府来台湾，大家伫咧警察局开会，拢干那会当讲华语，私底下才会当讲台语。那你讲的袂当讲台语啦，讲台语都伫咧办公室拢讲国语啦，拢讲北京话啦。啊，台语是咱私下话，咱私下咧讲的时候，咱比同事要出去佚佗，讲哎来倒佚佗，啊再讲安尼。为着要鼓励民众甲台语找倒转来，国家人权博物馆举办战后语言政策甲人权议题的展览，内面记录着日本时代到国民政府时期两届国语运动的文物。战后的语言政策控制着咱台湾人的喙齿，国家人权博物馆希望透过展览，互民众进一步来思考语言传承的规矩，去意识到语言无平权，母语要继续传承，嘛需要有转型的正义。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